再来看斐济新政府上台了后，3月通知咱国驻斐济代表处，讲会当开放中华民国台湾驻斐济商务代表团的名称。也毋过最后嘛是因为中国压力失败，即嘛是要叫做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。外交部谴责中国的打压，嘛针对斐济政府无坚持立场表示遗憾。斐济共和国政府呢决议恢复我国驻斐济代表处原有的名称。3月份，斐济新政府才通知台湾，开放驻处名字是中华民国台湾驻斐济商务代表团，而且享负外交特权，被看作是外交突破加推动双城升级的开始。啊，不过却只有官方网站名字改过来，外观的看板一直无换，也引起中国不满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4月访问斐济时阵，高强烈施压。斐济政府经过真侪摆内阁会议讨论了后，决定将台湾驻处名字改回来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。对于中国再度于国际场域打压台湾、贬义我国主权地位的行径，外交部予以最严厉谴责，相信国际社会自有公断。外交部也对斐济无法度坚持立场表示遗憾。台湾为1972年开始伫斐济设立代表机构，伫农企业、人才领域顶进行交流合作。啊，不过2019年被迫改名，斐济新政府上任了后决定复名。啊，不过中国伫南太积极拓展势力，予太平洋岛国压力。斐济政府最近就表示，中心甲中国警察协议考虑彻底取消。Our values and our systems differ. What cooperation can we get from them? We need to look at that again. 另外，驻台代表曾锡涵因为个人因素，最近向总统蔡英文提出辞职，佮经过总统批准。因为伊上任无到1年，真紧就请辞，引起关注。外交部表示尊重，啊，不过目前还未公布接任的人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